再来看这台积电的秘密窃盗案，今仔日来宣判，这个姓陈的前工程师呢，伊是涉嫌来盗空在一个员工偷摕2奈米制程等等的机密。法院即马是照国安法甲营业秘密顶罪，甲这姓陈的前工程师甲判10档，原来另外3个前员工是甲判2档至6档的徒刑。另外，这法人公司东京威力科创也互法院甲罚1.5亿，会当假罪3档。法警介护方照提到法院听判决，自台积电跳去日本东京威力科创姓陈的前工程师，为着要替因新的头家，甲台积电搁较侪订单甲抢落来，所以涉嫌窃向准搁伫台积电的同事偷摕台积电2奈米的制程的机密，改善因设备的良率。虽然已经定罪毋过智慧财产甲商业法院审理了后，27依原依照国安法也个营业秘密顶罪，判10年徒刑。泄密有收钱吗？洪指控偷翕秘密的，就是台积电姓吴也个姓高的前工程师，向要求到现场来听判决。2个人已经有承认毋过嘛是向判3档，也个有2档的徒刑。若这个代志继续发展，专案姓陈的主嫌伫侦讯当中讲，伊透过另外一个在职的工程师偷摕台积电14奈米以下制程的机密，检方追加起诉。这姓陈台积电的前工程师到担无认罪，向判6档。会认罪吗？这案是一直咧滚价，高检署有3铺的起诉，其中佫包括东京威力姓卢的高阶主管，向依照涉嫌灭证，毋过审理了后是得到假罪。就连东京威力公司嘛2摆向起诉，是头一件法人牵涉国安法向起诉的。检方就请法院判1亿2千万，也佫有2500万的罚金。案件审理了后，法院判1亿5千万，假罪3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